各種顏色嘅波波填滿咗波波池，就好似各式各樣嘅人類居住喺地球上。不同嘅係，波波池係平面嘅，係2度空間。喺正方形波波池4個角落嘅波波好難會相遇。即使人類居住喺3度空間，你一生亦可能遇唔到冰島嘅一位木匠或泰國嘅一位漁夫。其實所謂緣分都係觸機偶然。我哋都係江河中嘅小水點，浪花。細個時候，我1年級嘅同學係小明，亦可能係小強，只不過小強嘅父母將佢送入咗另一間小學。小學、中學、大學畢業後，大家各展前程，緣起亦就緣滅。於是夫妻就係波波池中貼住你嘅波波。咁是否貼住嘅波波一定會有感情？唔一定。你住嘅大廈嘅管理員每日同你打招呼，有感情咩？但一旦有咗感情，便會有牽掛。呢個可以係令人憂愁嘅牽掛，例如仔因非禮地鐵女乘客而要坐監，亦可以係快樂嘅牽掛，例如女兒考入清華大學。但係父母、夫妻、兄弟姊妹、子女之間嘅緣分，亦都有完結嘅一日，又係緣起緣滅，請唔好太緊張。緣分如果有可以擁抱，即使冇亦都係因為緣盡。其實呢個唔一定係壞事，因為可以無牽無掛，真正地自由自在。緣分係一個時空接軌。今日你乘坐地鐵，列車上有幾百位乘客，同你都算係有緣。咁大家死後會唔會喺下一世有緣再同坐一列地鐵？你會話冇關係，但有人會希望大家下一世再做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。呢個係唔係自說自話？所以當你仍然有生命，便請好好生活，因為只有一次，浪費咗便冇咗。邊個話俾你知有下一回？宗教人士話一定有，不過請你先加入我哋，請繳交會費。